好多人買音響器材咧，第一件事唔係睇自己中唔中意，係睇係咪大路嘢，係咪二手價放得好好嚇。咁當然即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買嘢嘅決定啦。但係其實好老實，有好多音響廠家，有好多音響品牌比較低調啲，但係唔代表佢哋嘅產品唔好啊。咁所以除咗係人人都識嘅大路牌子之外，其實有時都要試一試一啲可能大家唔係好熟悉嘅品牌啊。然後佢嘅聲音其實係更加有吸引力，更加之夠膽去教一個靚聲出嚟啊！好啦，咁今日同大家實試咧就係呢個英國嘅喇叭，我估可能你哋應該未聽過，因為我都係聽過幾次嘅啫，就叫做 Art Loudspeakers， 書架嚟嘅，係英國聲，但係又唔係最傳統嘅英國聲，咁即係咩聲咧？試下咪知咯。Hello， 咁多位大家好，我係國人，歡迎嚟到 FIFA3.com。今日同大家實試嘅產品咧就係蘇格蘭 Art Loudspeakers Expression 6M 嘅書架喇叭。咁正式介紹之前，提提大家，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嘅影音器材產品測試、影音教學同埋市場最新資訊咧，記得免費訂閱我哋 FIFA3.com 嘅 YouTube Channel， 記得撳埋頻道隔離嘅鐘仔咧，有新片你就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噶啦。好，咁我開箱先啦，好唔好啊？有嗰啲公文袋啊，有啲附設啦。原封未開過喎，咁我唔開啦，應該係說明書嗰類啦。又有第二個袋，係隻 CD 嚟嘅喎。我話佢係大書架喇叭，不過咧佢大得嚟咧就係比較窄啲嘅，窄少少嘅，深少少嘅。哦，呢個樣係靚嘅。好，開箱完畢，開聲。我孤身走上，問誰來伴晚上 Art Loudspeakers 咁係一個嚟自蘇格蘭嘅喇叭品牌啦。咁由兩兄弟 Derek 同埋 Ramsay 喺1998年創立嘅，主攻全手工製精品式嘅喇叭啦。咁廠方有5款設計嘅喇叭，而當中咧只係得我今次實試嘅 6M 係書架喇叭嘅。每款型號再分3至5個等級。咁我今次試嘅咧就係 Expression 最基本嗰隻啦，所以型號嘅名就叫做 Expression 6M 啦。2路2單元低音反射式設計，2路分頻啦。最大嘅特色咧就係用翻廠方自家研發嘅環向一體式波浪形雙體結構啊！呢個結構咧有效減少雙螺嘅駐波同埋諧震嘅問題啊！面板咧同埋背板都係用上一種叫做 Cellulose Phenolic Resin Panels 纖維素分存樹脂面板啊！呢一種物料咧本身係用喺一啲高級吉他上面嘅，有極高嘅阻尼特性，可以大幅度控制雙體嘅震動啊！咁結構非常之紮實啦，亦都係減低音染同埋失真嘅。好啦，睇單元，咁全部單元咧都係嚟自挪威名廠 Sears。高音咧就係直徑25mm 半球體絲膜高音，型號咧就係 Sears Prestige 29TFF Slope W。單元圍邊咧係加咗名為 Sonomax 嘅圓邊設計，另外前帳板再用一啲有 damping 功能嘅物料製成，再配合埋橢圓形設計嘅導波器，再加埋磁翼冷卻設計咧，有一個非常之高嘅效能同埋穩定性啊！中低音單元咧就係用直徑180mm，即係有成7寸嘅特殊塗層嘅指盤單元啊！特別設計相當穩定嘅橡膠圓邊，喺長衝程運作嗰陣時咧，有效增加對低頻嘅動態控制啊！咁睇睇規格啦，頻率響應38Hz 至25 kHz， 靈敏度咧係90 dB， 仲要高音唔係 compression driver， 唔係號角設計，唔係氣動高音都可以做到咁啊！壓定阻抗係8鵪啦，建議承受功率最低8瓦就可以驅動啦。咩意思啊？1支 300B 單端已經夠推啦。喇叭嘅 Binding Post Single Wire 設計，用德國 WBT 嘅鍍金插頭啊。咁雙體後邊咧亦都有一個同雙體一體化圓邊設計嘅低音反射孔啊。
咁尺寸咧就如圖所示啦，非常之窄身啊，20 cm 闊嘅啫，重量每一隻淨重12公斤。因為呢一對喇叭咧，其實就相當之易推啊，聲音咧係你一開咧佢就放出嚟噶啦，唔係太啱夾一啲好大瓦數或者好高 damping 嘅擴音機。咁就夾咗意大利 Audiofight FL3S 嘅合拼式擴音機。咁source 咧就係Rottner 嘅 Wavelight Server，就做 Roon Core， 跟住解碼咧就係 Mola 嘅 Tembrigi。好啦，咁我哋錄一錄音啦。呢對喇叭咧係有2-3個好明顯嘅強項嘅，睇下可唔可以喺錄音裏面都能夠表達到出嚟啊！喝酒，不高興，喝酒，有事啦，喝酒。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garden, you gotta watch. You got to keep the devil way down. 好，咁啊講下個聲啦。呢對喇叭咧，我啱啱開始試嗰陣時咧，我都係覺得啊，英國做嘅喇叭，蘇格蘭做嘅喇叭，音樂感啦，係咪？2路嘅書架，正常嘅低音，正常嘅高音啦。咁但係咧，即係好多嘢真係唔好睇表面。呢對喇叭咧，佢有一個好強烈嘅特色，要第一時間講，就係佢嗰個聲場係可以做得好靚嘅嚇。佢個箱體咧都呈微微嘅曲線嘅。其實呢啲咁樣嘅曲線設計咧，都係會令到個雙聲繞射減少，喇叭會隱形隱得好靚。第二樣嘢咧就係佢相當之易推，其實你睇規格都見到啦，佢靈敏度好高啦。我相信廠方啦都覺得你用膽機推咧都完全冇問題，亦都可能好啱聲添。甚至乎你用一支 300B 嚟到推單端咁樣推咧，佢都好啱聲嘅。高音擴散得好靚，而且能量感好強。所以其實我擺呢一對喇叭，我係以一個即係2路書架嚟講，我係擺得比較闊啲。個中央結像都一樣係咁 sharp 咁精準嘅。當你個喇叭再拉開啲，咁成個聲場就會顯得更加靚、更加廣闊遼闊啦。英國嘅喇叭你都估到㗎啦，音色一定有少少嘅喺度嘅。咁聽啲人聲啊、弦樂啊、古典樂，我覺得佢演繹得唔錯。爵士樂我覺得佢都演繹得唔錯啊。手到拿來係如虎添翼嘅。但係佢低頻量咧，以咁樣嘅箱體嚟講咧，係真係算幾多下。而且以反射孔設計嘅喇叭嚟講咧，個低音係幾結實嘅。講真，一隻咁窄箱體嘅喇叭2路啫，但係竟然可以播到一個同啲細座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嘅低頻量同埋規模感呢，而同一時間又咁鬼易推，呢個表現同佢咁平實嘅外觀真係好唔夾啊！好啦，讚咗佢好多啦，咁有咩不足嘅地方呢？我每次講產品都會講少少不足嘅嘢啦，因為產品係冇完美嘅產品嘅呢個世界，因為佢單反射孔向後啦，喇叭嘅擺位就會影響到低音嘅表現啦。咁呢一點要特別多加留意。除此之外咧，基本上我覺得呢對喇叭你係中意嘅話咧，其實真係好啱聽，我就覺得冇乜大嘅不足噶啦。係爭在個品牌就係唔係好多人熟悉喎，咁會唔會對於你嚟講係不足呢？但係咧，其實呢個牌子有20幾年歷史噶啦，同埋亦都係喺蘇格蘭人手製造。每一樣嘢個手工啊、音色啊都係非常之唔錯。小眾有小眾嘅吸引力，大路有大路嘅穩陣，百貨百客啦，每一個人都有唔同需要，咁就視乎自己嘅喜好，揾自己喜歡嘅產品啦。咁但係如果咧你係想買一對喇叭，聲場要靚嘅，聽得好舒服嘅，
然後個音質要高嘅，易擺位、易推，揀啲細亞數嘅 Class A/B 或者係玩膽機咧，都能夠將個喇叭好易咁樣發揮到嘅話咧，咁呢一對喇叭如果有機會嘅話，你都可以即係去到代理啊嗰度聽一聽嘅，我都覺得係好值得聽一聽嘅喇叭嚟嘅。實試嚟到呢度啦，有興趣嘅朋友咧，記得喺本片說明欄裡面睇睇賣幾多錢，同埋邊度有得試聽。今集嘅實試係嚟到呢度為止啦。咁中意我哋拍片嘅朋友俾個 like 我哋啦，未訂閱我哋 channel 嘅記得訂閱啦，訂閱咗之後記得撳著 channel 隔離嘅鐘仔，有新片出你第一時間收通知。咁除咗呢對喇叭之外咧，我哋最近都試咗好多唔同類型嘅音響產品。咁啊呢一個咧，你啱唔啱睇？啱睇可以睇埋佢啦。咁今集就嚟到呢度為止，下集再見，係咁，拜拜。